目前崩山湖的范围已经缩小了，水量嘛大概剩1300万吨，风险较低。也毋过嘛是搁维持红色警戒。真正协调所希望讲中央会使协调一寡大型的机械来协助。林保署嘛表示讲，因伫7月底开始就爆发出9届的紧急通报单，互花莲县政府。即摆外界嘛指讲，县政府敢是感觉到特例。也毋过，县政府是强调讲，因伫9月2日早起7点收到红色警戒，讲24点钟内有危险，就马上甲国防部来进行强制撤离。嘛望讲外界毋通阁乌白团。对林保署的即时监管画面看到，马太安溪崩山湖分布正高，淹过坝体已经向下撤超过104公尺，水量差不多剩1300万吨。湖水量仅剩1300万吨，那它的水量剩余原本的15%，所以应该不会有致灾的这个洪水的一个情形发生。淹过即马也是维持红色警戒。农业部讲，就要看天气情形、坝体稳定性、水量一寡综合条件，确定安全才会解除警戒。林务局的农林航空测量所出动台湾上强的空拍机 Kim L360ER 航遥测飞机，伫崩山湖顶头测量，协助掌握状况。这个机具数量是最迫切的啦哈。麻烦把它列为第一优先。大建成讲，虽然即马已经调到山顶、怪丘顶各种的机具185台，359个人去花莲协助，也是无够。负责机具调到的国土署讲会尽量调，不过崩山湖一流出来造成灾害，林保署讲有发高频的警告，花莲县政府发人积极延误撤离，官府澄清，每个通报文件并不是网络所传的连续高频撤离警告拢无执行。林保署讲撤离是地方执行。红色警戒了的通报单拢有强烈建议爱疏散。因为撤离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的任务哈。红色警戒以后的通报单，我们都有强烈建议，就是地方政府灾害应变中心赶快强制撤离疏散。官府讲，21日下昼警戒范围自原本的245号，一时啊，就扩大7倍到1801号，而且伫收到红色警戒迄当阵，就公布对扩大了的警戒区进行全面的强制撤离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